继续是来看基隆东华广场产权争议，内侧甲谢国良所领导的基隆市政府，双方是互相指控。内侧的律师今仔是搁再指控基隆的地政事务所跳过司法机关，违法甲产权直接登记予市府。今仔基隆地政是强调一切拢是依法行政。基隆东华广场商店正常营业，不过广场新增加的2楼至4楼产权一直有争议。服装品牌 Net 的主妇公司持续请基隆市政府，即马 Net 委任律师又搁控诉基隆地政事务所无顾产权争论，直接跳过法律加法院登记予基隆市政府。当我有争议的时候，你要驳回这个登记跟公告才对。但我们地政事务所做了吗？没有，他还协助他去公告。公告完之后，我们循另外一个法规的规定，我们提出异议。这个异议，地政事务所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再去做调处吗？也没有。规个过程都是基隆地政机关找5公告市政府增建登记的申请，不过去Net律师是质疑产权出现问题，应该要驳回申请。地政事务所却是违法配合公告。律师阁批评20发现问题，有赶伫期限内提异议，地政机关无依照调处，颠倒收到回函，无要受理。就他目前提出来的证明文件，我们认为他是债的关系啊，认为他跟大日之间债的关系。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还是驳回他的异议啊。面对Net的指控，基隆地政事务所发声明讲，做法公正，拢是依法行政。若做主妇公司对这个结果不服，应该依照诉愿法，也是行政诉讼法才会规定救济。目前公告期满了后，市政府的产权登记作业拢是照程序伫处理。不过，基隆市长谢国良互人问起到产权问题，并无正面回应。甲这个问题讲是内政部长，也是前基隆市长林佑昌爱负责的。我要强调，我绝对没有吸毒。我给林佑昌24小时的时间来回答这个问题，并亲自向我道歉。谢国良23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，因为正前开直播，伊的讲法做法引起林佑昌的批评。前后2任市长真侪届互相批评，原本的产权争议，煞变作政治的攻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